每一天，无输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026年1月7日，以弗所书3章20节安尼讲：上帝的佳作，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。三角来祈祷，为佳作搬过伫阮一切所求所想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息无改变的上帝，是对岁首到年终拢看顾阮的天父。主啊！你的恩典日日换新，你的疼痛永无改变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愿要学了你，也要高举你的名，因为你的权能超过阮所通测度，你的作为是阮无法度明了的。主啊，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阮承认家己的有限，也仰望你的帮助。虽然外在环境犹原有济的困难，总是阮相信你的困难要运行伫阮的内面，引带阮行头前的路，因为你的佳作搬过伫阮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你所运行伫阮的权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